this pivotal moment, I want to address you, the people of Iran. Our two ancient peoples,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 Persian people, will finally be at peace. Based on the tremendous talents that exist inside Iran, you deserve better. Your children deserve better. The entire world deserves better. The people of Iran should know Israel stands with you. May we together know a future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I speak a lot about the leaders of Iran. 常谈论伊朗的领导人，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我想直接对你们伊朗人民讲话。我希望直接表达，没有过滤，没有中间人。每天你们都看到一个压迫你们的政权发表关于捍卫黎巴嫩、捍卫加沙的激烈演讲。然而每天这个政权让我们的地区陷入更深的黑暗和战争。每天他们的傀儡被消灭。问问穆罕默德·迪夫，问问纳斯鲁拉。中东没有以色列无法到达的地方。我们会去任何地方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国家。随着每一刻的流逝，这个政权正在把你们高贵的波斯人民推向深渊。绝大多数伊朗人都知道，他们的政权根本不关心他们。如果他们真的关心，如果他们关心你们，他们就不会在中东各地的无畏战争上浪费数十亿美元，他们会开始改善你们的生活。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政权浪费在核武器和外国战争上的巨额资金被用于你们孩子的教育，用于改善你们的医疗保健，用于建设你们国家的基础设施、水、污水处理以及其他你们所需的东西，想象一下。但你们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伊朗的暴君不关心你们的未来，但你们关心。当伊朗最终获得自由时，而这一天会比人们想象的来得更早，一切都会不同。我们这两个古老的民族，犹太民族和波斯民族，将最终实现和平。我们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伊朗，将实现和平。当那一天到来时，邪恶政权在5大洲建立的恐怖网络将破产并被拆除，伊朗将如从未有过的那样繁荣。全球投资、庞大的旅游业，基于伊朗内部巨大人才的辉煌科技创新。这难道不比无尽的贫穷、压迫和战争要好吗？从库姆到伊斯法罕，从舍拉子到大不里士，有数千万善良正直的人，他们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和光明的未来。不要让一小群狂热的神权统治者摧毁你们的希望和梦想。你们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你们的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全世界都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我知道你们不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的强奸犯和杀人犯，但你们的领导人支持他们。你们应该得到更多。伊朗人民应该知道，以色列与你们同在。愿我们一起迎来一个繁荣与和平的未来。全文。Your children deserve better. The entire world deserves better. I know you don't support the rapists and murderers of Hamas and Hezbollah, but your leaders do. You deserve more. The people of Iran should know Israel stands with you. May we together know a future of prosperity and peace.